你下会能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会记得听听呀么？第一个电费单，天费单，天费单。第二个过户，过户，过户。第三，移动申请单，移动申请单，移动申请单。第四个，厕所，偏手，偏手。第五，性别友善，性别友善，性别友善。按照来向我改天费单嘅名，了后申请过户将是得改，项目你就写好儿童申请单么？有身份证、日天费单，也强下本。好，很好嘞。下日期嘅天费单是咩嘢嘅名？害羞，是得同假骗手么？唔知什么用嘅骗手，不等当叫么？留台选项有性别优先偏数，写来写去做下是得用。第八那係冇人是得用了。罗兰，安尼对写来写去都当理骗。错噶，性别尊重那係做来好，性别平等是看得到。